男女不平等嘅問題喺中國十分嚴重。重男輕女嘅不平等制度下，鞏固咗傳統觀念上男尊女卑嘅地位。喺各種生活層面上，女性都處於弱勢。農村婦女出嫁後，承擔咗所有家務及照顧小朋友，仲要種田養豬，冇任何發展機會。社會制度啦，同埋資源分配嘅做法，令到女性咧係更加容易變成貧窮嘅。咁雖然大家都係窮人，佢得到嘅資源都會係少，但係當貧窮遇上呢個性別因素起作用嘅話咧，女性係會變得由雙重甚至多重嘅被邊緣化，而係好難去走出呢一個貧窮嘅漩渦。婦女要脫離貧窮，需要得到賦權，參與有經濟報酬嘅活動。賦權婦女係樂施會喺內地扶貧工作嘅其中一個手法。例如，樂施會支持喺農村成立婦女手工藝協會，婦女透過刺繡手工藝品及紡織賺取收入，同時擴闊生活圈子。婦女從事刺繡工作，逐漸成為村內一項收入穩定嘅特色產業。婦女喺村內及家庭嘅地位亦得到提升，令村民嘅性別平等意識逐漸深化。樂施會亦會經常舉辦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嘅培訓，加深佢哋對性別平等嘅理解，改變思想觀念，改善女性貧窮化嘅問題。樂施會需要大家嘅支持，令更多中國婦女得到公平嘅對待，改善生活。